下，亦不破则，悉见如故。尔时为摩诘语文书师力，就狮子座，与诸菩萨上人具作，当从这个比作像。从这个其的神通菩进萨去，一字变形为42000由旬作诗。档案管理程式进诸去，心发意菩萨及大弟子皆不能生。刚刚开过了。尔时为摩诘与3.77 G 了。舍利弗言：居士，这只是聊天呢。作来，高广，你看这个资料夹名称、资料夹路径、舍利名称，你看，来为有来。须弥僧王如来作礼，乃可得作。于是心发意菩萨及里面的大弟子，册即为须弥僧王如来作礼，变得作狮子座。是怎么找到的呢？居士未曾有业，如是小事乃容。受此高广之作，于毗耶离城，摩所妨碍，又于阎浮提聚落诚意，及四天下诸天龙王鬼神宫殿，亦不破则。为摩诘言为：舍利弗，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。若菩萨住世解脱者，以须弥之高广内界子中摩所增减须弥山王本相里面的 data， 而四天王昭利Enjoy 的里面的 data 里面的资料夹去找到有 line 的。现须弥入界，此中是名著不思议解脱法门。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，恐不扰于边圆陀水性之属。倒数第二个，倒数第二个。诸龙鬼神阿修罗等 enjoy 的安坐的 data 里面的资料夹里面找倒数第二个。本来4.41 G， 现在变3.96 G。看到资料夹名称有个 line， 点进去，按这个file档案3.85 G。里面找到这个chat 3.77 G chat 聊天呢，这么多资料夹，累积很久了。一个资料夹就有将近1 MB 了哈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啊？67个资料夹，为什么档案会那么大？3.77 G， 随机抽看看，56.73 MB。是于众生，又菩萨以一佛土众生，智之又长，飞到十方，遍视一切而不动本处。又舍利弗，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，菩萨于一，毛孔皆令人见。又十方国土，所有日月8.53呢，毛孔普实见之。看不出来是什么档案。十方世界所有诸风，菩萨悉能悉者，口中而身无损，外诸树木亦不摧折。又十方世界劫，很不确定，好像可以删又好像不能删。内于腹中，火势如故而不危害。应该原则上应该是可以删的，删了以后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。举着上方。